Hello，大家，我係雷叔。樂活人生係由雷叔的退休生活出品。呢個系列講嘅唔止係退休，仲傾下人生後半場嘅健康、智慧同覺醒。今日想傾嘅話題係點解退休港人移居大灣區之後，越睇人哋過得好，自己反而越唔安樂。有一個現象，我觀察咗好耐。好多朋友北上之後，其實生活已經穩定，住得 OK， 食得 OK， 日常節奏亦慢咗落嚟。但奇怪嘅係，唔少人同我講一句差唔多嘅說話：雷叔，我又唔係唔好，但唔知點解個心成日唔定。後來我發現，問題唔一定喺生活本身，而係你開始睇得太多人哋過得點。群組、飯局、朋友圈，個個都好似活得好精彩。你未必想比較，但比較會自己行埋嚟。而屬靈最攰嘅，往往唔係生活難，而係你開始用別人嘅狀態去審視自己。北上之後，你會發現一樣嘢：你嘅社交圈未必多咗，但資訊密度一定高咗。群組入面最容易被分享嘅，永遠係最好嘅一面，旅行、聚會、飲茶、生活升級。呢個唔係炫耀，係人性。問題在於，你睇得越多，就越容易用同一把尺去衡量自己嘅生活。比較唔係一瞬間嘅事，而係慢慢滲入，滲到你開始問：點解我冇佢咁充實？係咪我個選擇差啲？呢啲念頭唔會即刻令你唔開心，但會慢慢食走安心感。年輕時比較，多數比收入、比職位，但屬靈之後，比較換咗形式，變成住邊、生活有冇質感、日子精唔精彩。問題係屬靈比較冇真正嘅輸贏，但有好多心理敗仗，因為你開始懷疑嘅唔係能力，而係選擇本身。而選擇一旦被懷疑，人就會開始唔安樂。我想同你拆清一個關鍵盲點。你以為你喺度比較緊生活條件，其實你比較嘅係被肯定感。當你用人哋嘅節奏、人哋嘅方式嚟審視自己，你其實係暫時交出咗人生主權。而到咗呢個年紀，最貴重嘅正正就係呢樣嘢。根據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in Later Life 指出，Upward comparison in older adults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life satisfaction。簡單講，越向上比較，屬靈幸福感越低。問題唔喺你生活差，而喺你用錯咗參照。我識一位朋友林生，北上之後，其實生活好穩定，但每次聚會返嚟，佢都會靜幾日。後來佢同我講：雷叔，我發現我唔係唔滿意生活，我只係成日覺得自己冇人哋咁精彩。直到有一日，佢退出咗幾個比較型群組，生活冇變，但心突然靜咗。如果你而家覺得生活冇乜大問題，但心入面成日唔踏實，我想你記住一句說話：比較係用別人嘅人生折舊自己嘅選擇。退休生活唔係展覽品，唔需要被評分。當你停止比較，你先真正住得落嚟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唔該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分享俾朋友，一齊活得自在，做自己，開心啲，睇開啲，樂活人生。我係雷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